真人真事，一個關於生命奇蹟嘅故事。好啦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改編日本暢銷繪本《山古志村的麻里與三頭小狗》。2004年10月23號，新潟縣中越地震。想我救佢哋？全村嘅居民緊急疏散。我急你救你哋啦！要帶嫲嫲你一齊走。麻利佢好想將我同阿彩救翻出嚟，我哋竟然自己走咗，唔理佢。只要地震一停，我哋就去救麻利。日本票房衝破30億，賣座超越導盲犬小飄。梁家輝、梁詠琪、孫耀威、胡楓、Jackie 仔真情演繹。新潟大地震最後之生還犬，真人真事鼓舞人心。今個初夏送你一個溫馨感人嘅奇蹟。柴犬奇蹟物語。